基比病院麻醉部医师姚家宏表示，麻醉的深度监测是现代麻醉科技的利器，透过脑波信号的收集和分析，并且计算出麻醉指数达成的精准麻醉，避免麻醉过深或者是过浅的风险。过去我们透过这个经验麻醉，有时候就会比较担心说，我们现在使用这个麻醉药物的剂量是否是适合病人的状况？那给的少呢，我们会担心病人会有术中清醒的问题；给的多又很担心说药物的剂量对病人来说会不会无法负荷？病人很担心他的呼吸循环系统受到抑制。那因此呢，我们现在都会使用麻醉深度监测，及时的去做脑波以及肌电图的分析，可以得到一个及时的麻醉深度数值。所以我们现在临床麻醉医师会依据这个数值，及时的去做麻醉药物剂量的调整，让整个麻醉病人在整个手术的过程中，麻醉深度可以在最适当的深度，那麻醉药物的使用也是更贴近病人的身体需求，避免不必要的麻醉药物暴露，所以也可以减低相关的风险。根据文献显示，麻醉深度的监测，除了会用减少病人手术中来受伤的风险，确保病人伫个稳定麻醉的范围，保障手术过程病人的安全甲舒适。另外，嘛用减少无必要的麻醉药物的暴露，减少可能的并发症。台南新闻林跟采访报道。